伫台中有一间卖高级好具的烘肉店，互真正的员工也讲呢，因为牛肉实在等等物件拢过期啊。卫生局去查了后，发现讲确实是有物件过期，但是业者是驳回讲这是员工教育训练伫咧使用的，但是这过期物件拢放伫咧使用区遐，详细调查了后，卫生局也要过来罚。另外呢，苗栗咧有机关伫咧素食店食饭的时阵，看到这家蛇伫桌仔顶乱死。台中市西屯这间讲是日本人经营的和牛烘肉店，和前员工甲台中市卫生局检举使用过期肉。食安处12日去稽查，发现有8项商品过期，其中和牛肉过期3至5个月不等。业者紧急伫面册发声明讲，这是要互员工做教育训练使用的，而且甲要卖的肉是分开保存。不过台中市卫生局表示，对店主的讲法真怀疑。他在使用当中嘛，在使用区里面就有存在，有些按照他的说法是放在这个他已经过期区了，但是我们还是认定他是所使用在这些过期的食品，所以我们还会依规定给予严惩。台中市卫生局表示，目前照食安法的规定，店主也无到停业的程度，目前嘛无查到业者有改票也是假报的行为，不过违规是事实。依照食安法的规定，会当罚代票6万块以上2亿以下的罚款，会伫查清楚了后一项一项处罚。苗栗原来有食安问题，有议员伫连锁素食餐厅用餐的时阵，发现家蛇爬起参盘。吃到一半的时候，突然看到有一只蟑螂了，小强爬到我的这个餐盘上面，一直在做舔食啊。那我当下看到这个状况，我就食欲尽失啊。共有38家餐饮业者，即日起，卫生局食品卫生科将进行实地辅导稽查。苗栗县卫生局15嘛派员去这间店头份美食广场稽查，要求业者进行相关的改善，若做复杂无过关，就会依照违反食安法来处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